各位觀眾，歡迎收睇 Band Live Channel。宏福苑嘅5級大火，死亡人數現已增至128個人，200人仲未聯絡到。因為高溫原因，喺500度嘅大火之下，恐怕佢哋班人已經化為骨灰。聽到呢個新聞之後，我深感悲痛，好唔開心。因此，要珍惜眼前人。不過，社會各界之中，包括商界、中資企業同埋本港企業，都紛紛去捐錢、捐物資，支持宏福苑嘅災民渡過難關。會好多謝各位有心嘅人士，為宏福苑嘅災民送上祝福。不過就喺呢件事開始之前，今日主要有2個新聞係導致宏福苑嘅大火嘅先兆原因。根據星島頭條新聞所講，有一個前保安經理喺宏福苑返工，返咗2個星期就唔撈辭職。個原因好簡單，係個設施有問題，包括消防警報系統閂門，同埋隨意開放走火通道俾工人出入入。雖然佢係曾經同上司反映過問題，但係不獲回覆。結果呢，真係返咗2個星期工就已經辭職㗎啦。正如喺2021年嘅同樂居虐兒案嘅事件，之前有個同事入咗去同樂居裏面度做嘢，去負責照顧嬰兒咁樣。有個同事就教佢，唔好用自己嘅方法，要跟佢去做。佢係唔接受，同埋呢個同事嘅教嘅方法有虐兒成分，咁咪就辭職咯。辭職之前就更加去投訴管理層，話點解唔處理好呢個問題啊？相隔半年之後，有街坊拍到同樂居嘅同事虐打兒童嘅事件曝光之後，成件事就終於浮咗上面。結果呢，同樂居嘅同事絕大部分已經喺監獄入邊。正好提示公司管理不善，沒有處理投訴，都係一個重大事故嘅主因之一。敬請留意。喺地盤裏面度食煙，加重火災危險。呢個就係阿生，你又喺度食煙啊？係啊。相信呢個片段呢，都已經睇到好不安，不過背後真相都要講。喺個工程報告之中，係用到發泡膠遮住個窗口，但據我所知，我做嘢嘅公司都有大維修工程，喺大工程期間冇用到發泡膠，亦都去過好幾個人家嘅屋企，包括我公公嘅屋企，都係做緊大裝修，冇人用發泡膠。用發泡膠係會增加火災危險，引致火燒連環船，而且發泡膠呢含有致命嘅有毒物質。
當你吸咗呢啖空氣之後，就會致命。加上大火原因，火嘅溫度係達到500度，係可以即以令到本身已經昏迷嘅人士呢，會被火燒到骨灰。呢個用發泡膠做嘅係相對危險。跟住就仲要攞埋個檢驗報告，向班居民度睇。你呢個網合格啊？喂，你咩叫合格啊？香港政府喺8月嘅時候，喺港島同離島區投到叫做樽裝水嘅合約，叫做觀音生水。你俾呢個報告俾政府，話呢個水合格啊，最後都係篤爆咗之後，先至揭發呢件事件。所以有呢張證書唔代表100% 安全。其實已經一早講咗㗎啦，前維修嘅公司同埋裝修公司都喺宏福苑裏面度裝修間屋，都揭露咗發泡膠係非常危險，有致命嘅危機。大火就已經燒咗2日啦，就而家最後嘅環境就可以見到呢座樓呢，真係好似成個切爾諾貝爾嘅地區，真係完全一個荒廢狀態。除咗一座叫做宏志閣仲可以繼續住之外，7棟已經不再適合俾人居住，因此政府需要盡快為呢班居民提供安置之所。呢個係 WhatsApp 嘅相片嘅片段，我相信呢個拍攝者嘅人士都已經俾火燒死咗啦。面對沉痛嘅時刻，我真係要堅強啲，為死者嘅家屬默哀。仲有一張相，真係燒到呢變成一泡灰。我真係睇過去呢，好傷心，極度傷痛。因為宏福苑嘅樓齡有43年嘅歷史，我諗呢40幾年嘅青春就係呢一場火災付之一舉，好心痛，極傷心。另一個網民就拍攝到今日下午6點鐘嘅時候吐露過嘅情況，因為受大火原因，好多緊急車輛都要使用吐露港公路前往火災嘅災場，引致到大塞車。所以就未來幾日盡力使用鐵路前往大埔同北區，北區可以經大欖隧道轉車。今晚嘅當中西望嘅女主持，佢嘅面情呢顯現得非常悲傷，即係已經顯示佢係對呢班災民深感同情，因為真係已經冇咗安樂窩，俾場大火燒死咗都唔出奇。只能夠講句，死者要安息，往生淨土，為免影響你嘅情緒，會有求助熱線提供。若果你情緒不好，請致電撒瑪利亞會同埋明愛向晴軒熱線，或者警方熱線，亦都可以捐錢俾班災民。下片再見，拜拜。